香港現在最奇怪的一幕，不是經濟差，而是同一座城市裏面，旺角的店鋪在關門，港交所卻排着隊敲鑼，酒樓老闆說客人不見了，新股市場卻做到5年來最旺的上半年。你說香港正在衰退，有些數據根本不同意；你說香港已經復甦，街上的體感又完全不是那回事。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其實不是香港到底行不行，而是為什麼金融市場越來越熱，普通人的生意卻越來越難做？為什麼政府賬面開始改善，很多市民卻沒有明顯感覺日子變輕鬆？為什麼人才進來了，企業仍然說找不到合適的人？為什麼深圳越繁榮，香港既可以受惠，又可能同時被搶走生意？如果這些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現象放在一起，你會發現香港今天面對的並不是一次普通經濟週期，而是一場非常深的結構性換軌。舊的賺錢模式正在失效，新的賺錢模式已經出現，但還沒有完全接上。看懂這一點，才看得懂未來幾年香港真正要過的關。先講大家最有感覺的地方：吃飯、購物、逛街。過去香港做零售和餐飲有一個別人很難複製的優勢，就是地理邊界本身會替商家留住消費者。以前你星期六想吃頓飯、買東西、剪頭髮、按摩、唱歌，絕大多數時候都會在香港解決，不是因為香港每一樣東西都最便宜，而是跨境消費有時間成本、有交通成本，也有資訊成本。可是今天這個前提已經變了，現在不少香港人星期六早上起來，根本不會先問去旺角還是銅鑼灣，而是直接問去福田還是南山。這不是一個消費習慣的小變化，而是香港本地服務業市場邊界被重新劃了一次。過去香港餐廳面對的競爭對手可能是隔2條街另一間餐廳，今天他面對的競爭對手可以是幾十公里外深圳一個大型商場裡面裝修更新、面積更大、人工成本更低，而且服務體驗不斷升級的一家店。問題就在這裡，如果同一種消費，香港買400塊，對面買200多，香港排隊40分鐘，對面可以線上取號；香港店鋪面積小，對面給你整層樓做體驗；香港吃完飯可能還要想下一站去哪裡，對面直接把餐飲、娛樂、購物、美容、兒童活動全部塞進同一個商業綜合體，你叫消費者怎麼選？所以今天最危險的反而不是最便宜那一批店，也未必是最貴那一批店，而是夾在中間的中價位市場。真正高端的消費買的是品牌、稀缺性和服務，消費者不完全按照價格決定。真正低價的店，只要夠方便、夠快、夠貼近社區，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最尷尬的是人均300-400塊、500塊左右，既沒有奢侈品那種不可替代性，又無法跟深圳拼成本。這個市場以前靠什麼活？靠香港人懶得過關。可是當懶得過關這個護城河消失以後，很多企業突然發現，原來自己過去以為的品牌忠誠，其實只是地理便利。這句話可能不好聽，但非常重要。你把這幾年一些老字號、酒樓、連鎖餐廳的結業放在一起看，就會明白，不是突然所有老闆都不會做生意了，也不是香港人突然不吃飯了，而是整個消費半徑擴大以後，香港本地企業第一次真正面對一個跨城市、跨制度，但交通時間越來越短的消費市場。而且有一個數字很值得注意，政府統計顯示，2026年第一季香港食肆總收益約284億港元，按年其實上升1.1%。也就是說，如果只看同比，你不能簡單說整個餐飲行業還在全面崩跌。真正的問題是復甦非常不平均，有人恢復，有人繼續流血，有些業態甚至已經失去以前的市場位置。這就是為什麼宏觀數字可能說好了一點，街坊體感卻仍然覺得怎麼又有店關門。因為經濟從來不是平均發生的，一條街10家店，其中2家營業額大升，3家差不多，另外5家撐不住關門，最後統計數字可能仍然增長，但你走在街上看到的是5道落下來的鐵閘。所以香港傳統行業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消費疲弱，而是競爭規則已經改變。過去靠地點、
今天要靠體驗，過去靠人流，今天要主動製造目的地。過去覺得開在港鐵站旁邊就自然有客，今天消費者願意坐幾十分鐘車去另一個城市，只要他覺得值得。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北上消費這個詞本身有點誤導，聽起來好像只是香港人最近喜歡去深圳玩，其實背後發生的是更大的事情。港深正在逐漸形成一個共同生活圈，當交通、支付、地圖、點評、社交媒體推薦全部打通以後，消費者根本不會按照行政邊界思考，他只會想一件事：今天這1000塊錢我在哪裡花最開心？對香港商家來說，這才是真正殘酷的地方。以前你只需要贏香港同行，現在你要贏整個大灣區的同行。但講到這裡，如果你因此得出結論，說香港經濟正在全面衰退，又會馬上撞上一組完全相反的數據。因為當街邊鋪頭還在喊辛苦的時候，香港資本市場正在明顯回暖。按畢馬威統計口徑，2026年上半年香港有85宗新股上市，集資約2099億港元，集資額按年增加92%，新股數量增加102%。是5年內表現最強的上半年。不同機構因為是否計入轉板和介紹上市，統計宗數略有差異。例如羅兵咸永道統計為87宗，但對趨勢判斷是一致的。香港新股市場明顯升溫，這就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香港。樓下餐廳老闆說生意難做，樓上投行團隊卻忙到沒有時間吃飯。一個香港在縮，一個香港在擴，這不是矛盾，這恰恰就是今天香港經濟最重要的特徵——分化。過去我們習慣說香港有幾大支柱產業，好像金融、地產、貿易、旅遊、零售、航運能夠一起帶動整個城市。今天這個邏輯已經越來越難成立。資本市場旺，不代表茶餐廳馬上多2成客人；新股融資增加，也不代表屋商場的服裝店立即恢復生意。金融市場創造的是高附加值收入，但財富能不能進一步流入本地工資、消費、創業和產業投資，要經過一層又一層傳導。如果中間這條傳導連斷掉，就會出現一種很奇怪的城市體驗。國際排名很好，金融數據很好，政府收入也開始改善，但是普通人仍然問一句：我為什麼感受不到？所以香港真正應該擔心的，從來不是金融中心突然消失，至少從目前的數據看，這個說法站不住腳。2026年3月公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裏面，香港繼續排名全球第3，總評分765分，只比倫敦低1分，比紐約低2分。而且金融科技排名繼續位居全球前列，這說明香港最核心的金融能力仍然非常強。國際資本進入中國，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人民幣離岸市場、財富管理、新股融資、跨境投資，這些功能並沒有突然被其他城市完整替代，甚至可以說，全球局勢越複雜，一個能夠同時連接中國資本和國際資本的市場，戰略價值反而越高。但問題是，金融很強，不等於香港可以永遠只靠金融。如果金融賺到的錢最後還是主要在金融體系裏面循環，資本沒有足夠進入科技、先進製造、生命科學、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和其他可以創造大規模就業的行業，那麼香港就會越來越像一個非常優秀的資本中轉站，卻未必能夠成為一個產業增長發動機。這就是香港未來10年最關鍵的一次轉向。以前香港最擅長的是替別人融資，未來香港能不能更進一步，變成用自己的金融能力去養自己的產業？這兩個概念看起來很接近，其實完全不同。替企業上市，你賺的是手續費、法律服務、審計、投行收入，把資本引導進本地產業。你創造的是研發崗位、供應鏈、工程崗位、技術公司、知識產權、稅收，以及未來幾十年的產業生態。所以真正應該觀察的，不只是今年有多少家公司敲鑼，而是這些金融資源有沒有變成香港下一代公司的養分。接下來再看政府財政，你會發現同樣存在一個表面改善、
結構未解的問題。2026至27年度財政預算案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政府財政壓力比前幾年明顯緩和。按照政府預算資料，計及發行政府債券和償還到期債務以後，2025至26年度綜合帳目修訂估算由原本預計赤字變成約29億港元盈餘，財政儲備預計在2026年3月底約6572億港元。中期預測裡面，政府預計經營帳目繼續保持盈餘，而資本帳因為大型基建投資仍會出現赤字。聽起來是不是終於可以鬆口氣？可以，但只能鬆半口，因為我們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發債不是收入。你今天借1500多億回來，銀行賬戶當然多了1500多億，但那不是政府突然賺了這麼多錢，而是未來要償還的負債。所以政府真正需要證明的，不是我借到了多少錢，而是這些錢最後變成了什麼。如果借回來的錢拿去填長期經常性支出，那問題只是推遲；但如果借來的錢變成鐵路、土地開發、科技園區、新市鎮、數據中心、產業基礎設施，而且這些資產未來能夠增加稅基、土地價值和生產力，那邏輯就完全不同。這也是為什麼以後看香港財政不能再只看一年有沒有赤字，更應該看資產負債表，借了多少錢，建了什麼，產生多少經濟活動，政府未來有沒有新的稅收來源，這個項目10年以後還值不值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過去香港有一套非常舒服的財政模式，土地賣得好，樓市旺，印花稅多，企業盈利不錯，政府自然有錢。問題是這種模式太依賴資產價格，樓市一下來，買地收入馬上收縮，成交一減少，印花稅馬上受到影響。所以香港財政下一階段真正要做的，是把稅基從資產升值帶來的收入，慢慢擴展到產業增長帶來的收入。簡單講，以前是樓價漲，政府有錢，未來最好變成公司多了，工資高了，企業利潤增加，科研產業壯大，政府一樣有錢，這才叫結構轉型。也正因為這樣，政府削減開支這件事不能只用支持或者反對兩個字看。該不該削？當然有些地方該削。一個部門如果10年前需要10個人處理的流程，今天人工智能和自動化2個人已經可以完成，你還按照10年前的方法維持10個人，這不是保障就業，這是讓納稅人替低效率埋單。但是另外一邊，如果為了做出一個漂亮數字，把真正影響基層生活、醫療、照顧者、長者和公共安全的服務一起砍，那也不是改革，那只是把賬面問題轉移給社會。所以真正成熟的財政改革，不是所有部門一起減2%就叫完成任務。最重要的是問一句：這個崗位還創造價值嗎？這個流程還需要嗎？這個項目如果今天第一次提出，我們還會不會批准？有些制度之所以一直存在，並不是因為它今天仍然合理，只是因為過去一直如此。而政府改革最難的地方，恰恰就是敢不敢碰過去一直如此。再講人才，過去幾年香港的人才政策非常積極，這個方向本身沒有問題。香港老齡化，很多專業行業缺人，創科又想擴大，如果只靠本地人口自然增長，根本撐不起未來經濟，所以一定要搶人才。但人才政策做到今天，討論重點應該由來了多少人，轉去留下來的人到底在做什麼，這是兩回事。立法會今年公布的資料顯示，高才通獲批續簽人士月薪中位數大約4萬港元，這個數字至少說明，確實有一批人才已經進入香港就業市場並產生經濟活動。但與此同時，社會上對人才錯配的質疑也不是憑空出現。你會看到一些本來在內地做科技、工程、企業管理甚至專業服務的人，來到香港以後，最後進入保險、財富顧問、銷售或者自雇行業。我不是說保險行業不好，問題根本不在保險。如果一個人本來就是金融銷售人才，他來香港繼續做金融銷售非常合理。真正要問的是，如果香港說自己要搶人工智能人才、生命科技人才、芯片人才、工程人才，結果這些人來到之後發現沒有足夠對口公司，
沒有足夠崗位，沒有足夠產業鏈，只能轉去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行業。那到底是人才不夠好，還是香港根本沒有準備好接住這些人才？這才是核心。你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種子買回來，但沒有土壤，它一樣不會長。人才政策也是同一個道理，簽證只是第一步，後面還有住房、學校、職業認證、創業融資、行業網絡、配偶就業、子女教育。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足夠企業願意用他們。所以香港未來真正要拼的不是人才入境數字，而是人才流傳率和人才生產率。來了多少人是流量，多少人5年後還留在這裡，開了多少家公司，創造多少高薪崗位，交多少稅，形成多少知識產權，這才是質量。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人才政策開始加強續簽審核並不一定是壞事。前一階段的目標是把門打開，下一階段就應該篩選誰真的願意在香港發展，誰真的能夠進入香港需要的產業。否則人才計劃最後很容易變成身份計劃，而不是產業政策。說到這裡就必須講大灣區，因為香港未來幾乎所有結構性問題最後都會碰到深圳。消費要面對深圳，人才要面對深圳，科技要面對深圳，創業要面對深圳，金融合作同樣離不開深圳。很多人喜歡把這個關係講成兩個極端，一種說法是大灣區只要越來越融合，香港一定受惠；另一種說法是深圳越強，香港就越危險。我覺得兩個都太簡單，最準確的說法是深圳越強，香港得到的機會越多，同時被淘汰的舊模式也會越多，這才是真實世界。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深圳科技公司越來越強，他們需要融資、國際投資者、跨境併購、知識產權服務、國際仲裁、財富管理。香港當然可以賺錢，但是同一時間，深圳商業服務越來越成熟，餐廳越來越好，商場越來越舒服，醫療、娛樂、零售體驗越來越完整，也會把香港居民的消費吸過去。所以同一個深圳可以給香港金融業送生意，也可以從香港零售業拿走生意，這完全不矛盾。因此香港最不應該做的就是和深圳硬碰硬複製同一種城市。深圳已經有非常完整的製造業鏈，有大量工程師，有華為、騰訊、大疆以及龐大的科技企業生態。香港如果突然說我也要把所有東西複製一套，再跟深圳比製造成本、比土地成本、比工程師數量，這幾乎不可能贏。香港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它和深圳不一樣。深圳擅長把一個技術快速做到產品化、規模化。香港擅長國際融資、規則連接、專業服務、高效科研和全球資本。最理想的情況不是兩座城市互相複製，而是一個負責把技術做到100分，一個負責把這100分送進全球市場。問題是過去香港經常只做到前半段，大學研究很強，實驗室成果不錯，創業公司也能拿到早期資助，可是一旦進入需要大規模生產、供應鏈和客戶驗證的階段，公司就搬到深圳，結果什麼留下香港？論文留下來了，實驗室留下來了，最早那一輪創業故事留下來了，真正大量就業、稅收和企業估值增長，卻可能在別的城市發生。這就是香港創科最需要解決的最後1公里，不是香港有沒有科學家，而是科學家做出來的東西能不能在香港變成公司，不是香港有沒有基金，而是基金願不願意等10年。傳統金融最喜歡什麼？流動性，今天買，明天賣。硬科技最討厭什麼？它偏偏需要時間。芯片不是開一家咖啡店，裝修2個月就可以營業。生物科技更不是今天投錢，下季度就給你利潤。很多項目可能5年都沒有盈利。所以如果香港真的想做產業轉型，金融體系本身也要改變，不能一邊說支持硬科技，另一邊所有資本都只願意追求短週期回報。科技驅動，金融賦能這句話很好聽，真正困難的是後面4個字，怎麼賦能？是給科技公司做一次上市儀式就算了，還是願意提供從實驗室、種子輪、
成長期、產業化到上市之後的長期資本。香港有沒有能力把世界級金融中心變成世界級產業融資中心？這會決定所謂創科轉型最後是產業還是活動。再看外部環境，香港還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是它越重要，就越容易受到國際政治變化影響。香港的金融地位本身就建立在連接上，連接中國和世界，連接人民幣和美元體系，連接內地企業和國際投資者。這種位置最大的價值是左右都能夠連接，最大的風險也是左右任何一邊發生摩擦，你都會先感覺到。未來國際金融監管、出口管制、制裁制度、資金跨境規則，只要其中任何一項收緊，香港的金融機構都會面對更複雜的合規成本。但這並不代表香港一定會被邊緣化，恰恰相反，一個連接點越難替代，在複雜環境裡面價值反而可能越高。問題是，你必須保持別人願意使用你。國際資本為什麼要來香港？不是因為情懷，因為這裡有流動性，有企業，有成熟的銀行體系，有資本市場，有專業服務，有人民幣業務，有國際投資者能夠理解的制度和規則。這些東西只要繼續存在，香港就仍然有位置。所以面對外部壓力，最沒有用的方法，就是天天證明別人打壓我。真正有用的方法是讓自己變得更難替代。你的市場夠深，人家要用你；你的人民幣產品夠多，人家要用你；你的法律和仲裁服務夠專業，人家要用你；你的融資效率夠高，人家還是要用你。國際競爭最後不是靠喊出來的，而是別人離開你以後，成本會不會更高？這也是為什麼香港金融中心真正的護城河不是一張排名表，而是網絡效應。銀行、基金、律師、會計師、上市公司、投資者、交易所、人民幣市場、家族辦公室，這些東西全部堆在一起以後，才形成一座金融中心。任何競爭對手想複製，都不是蓋幾棟寫字樓那麼簡單。但同樣一句話，這個護城河不是永久的。你今天有，不代表10年以後自動還有。金融中心和老字號一樣，最危險的想法永遠是4個字：以前都行。以前都行，所以以後不用改。以前客人都會來，所以不用改善服務。以前公司都會來香港上市，所以不用改革上市制度。以前香港人才多，所以不用搶人才。以前香港人不會跑去深圳消費，所以不用重新設計商業體驗。你會發現，所有問題最後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路徑依賴。香港過去太成功，所以很多制度、企業和個人都習慣了一個低競爭環境。地產升值，金融賺錢，遊客購物，專業服務收費高，本地居民消費留在本地。這個模式運作幾十年以後，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好像香港的優勢是自然存在的。其實不是，香港每一代優勢都有它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以前中國內地沒有完全開放，香港就是窗口；以前人民幣不能自由流動，香港就是離岸中心；以前內地企業融資渠道少，香港就是國際資本市場；以前跨境交通麻煩，本地消費自然留在香港；以前亞洲很多城市基礎設施和商業制度還沒追上，香港效率優勢特別明顯。但是今天很多條件都改變了，窗口還重要，可是窗口變多了；金融還重要，可是競爭者更強了；消費者還在，可是他活動範圍擴大了；人才願意來，可是他會比較新加坡、深圳、上海、東京甚至中東。所以香港真正需要接受的一件事是，過去的優勢不再自動等於未來的優勢。但是反過來說，這也不等於香港沒有牌。香港手上的牌其實仍然非常多，全球頂級金融市場、龐大的資產管理規模、成熟專業服務、高度國際化大學體系、靠近珠三角製造業、國際航空網絡、普通法傳統、離岸人民幣中心，以及一個700多萬人口但可以連接整個大灣區和中國市場的城市平台。世界上很少有城市同時擁有這些條件。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牌，而是會不會重新組合。北部都會區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測試。如果最後只是大量建住宅，
再複製一次傳統新市鎮模式，那它對經濟結構的改變會非常有限。但如果真的能夠把河套、新田、大學科研、深圳產業鏈、香港資本市場連接起來，讓科技公司願意把研發、融資、總部甚至部分產業化環節留在香港，意義就完全不同。大家經常問香港轉型到底要多少年？我覺得這可能是最不討喜，但最接近現實的答案。很久，因為產業不是一份預算案做出來的。今天撥錢，明天不會突然出現100家世界級科技公司。一個產業真正形成，需要大學培養人才，需要企業成長，需要失敗，需要第二批創業者出現，需要供應商出現，需要投資人學會判斷，需要客戶願意採購，需要資本市場形成估值體系。這個過程本來就以10年計算，深圳也不是一天變成今天的深圳，所以未來幾年香港很可能還會出現一種讓人非常焦慮的狀態。新經濟已經在增長，舊經濟還在收縮，但新經濟創造出來的崗位和收入暫時不夠填掉舊經濟失去的部分，這就是所謂換軌最痛苦的階段。火車已經離開舊軌道，新軌道還沒有完全鋪好，你不能回頭，又還沒有到站。這個時候，社會最容易出現兩種極端情緒：一種人看到商鋪結業就說香港完了；另一種人看到新股集資創新高就說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其實兩邊都只看到一半，香港不是完了，但舊香港的一部分商業模式確實正在結束。香港也不是全面復甦，因為資本市場的繁榮還沒有完全轉化成足夠廣泛的居民收入和本地消費改善。這就是我認為今天最值得大家看懂的事實。香港正在變成兩個經濟同時存在的城市，一個是傳統香港，地產、街鋪、酒樓、本地消費、傳統服務業面對租金、人手、北上消費和區域競爭；另一個是正在形成的新香港，新股、財富管理、人民幣業務、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跨境資本、北部都會區、大灣區產業協作。未來真正決定香港命運的，不是哪一個突然消失，而是哪一個增長得更快。如果新經濟成長速度可以快過舊經濟收縮速度，香港就完成轉型。如果舊產業不斷失血，而新產業長期只停留在規劃、論壇、基金和宣傳層面，沒有形成大規模就業，那麼社會體感就會越來越差。所以判斷香港未來，我建議大家不要只看恒生指數，也不要只看樓下有沒有店關門，看4件事就夠了。第一，新產業有沒有持續創造高薪職位；第二，人才來了以後有沒有真正留下；第三，政府借回來的錢有沒有變成提高生產力的資產；第四，金融市場賺到的資本有沒有真正流進實體產業。這4個問題比任何一句香港復甦了或者香港沒救了都更有意義。最後我想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一個城市真正衰退不是因為有店關門，資本主義城市每天都有公司倒閉，也每天有新公司出現。真正危險的是舊公司倒了，新公司沒有出現，舊崗位消失，新崗位沒有接上，舊財政來源下降，新稅基沒有形成，舊優勢失效，新優勢還只存在於文件裏面。反過來說，一個城市真正轉型成功，也不是因為政府宣布了幾個計劃，或者某一年股市突然上漲。真正成功是有一天你發現，年輕人畢業以後，不再只有銀行、地產、保險和公務員幾條最明顯的路。工程師可以留下，科研人員可以留下，產品經理可以留下，芯片人才可以留下，創業者不需要公司一做大就搬走，資本也願意在這裏陪一家公司走10年。到那個時候，香港經濟才真正多了一副新的發動機。所以我並不覺得今天討論香港應該停留在悲觀還是樂觀，這兩個詞都太輕。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改革方向對不對，速度夠不夠快，資源有沒有投到真正能夠創造生產力的地方。香港過去經歷過很多次危機，
每一次都有人說這次不一樣，而這一次確實有一點不一樣。過去很多危機是周期性的，金融風暴過去，市場會回來；疫情過去，人會重新流動；利率周期改變，資產價格會重新調整。但今天面對的是結構性變化。深圳不會突然變回20年前，跨境消費不會消失，人工智能不會停止提高行政效率，亞洲其他金融中心不會停止競爭，消費者也不會因為支持本地經濟就長期接受更貴、更慢、體驗更差的服務。所以這一輪沒有辦法靠等環境恢復正常解決，因為今天本身就是新的正常。香港真正需要做的是停止等待過去回來，該淘汰的舊流程就淘汰，該改革的營商方式就改革，該投資的產業就耐心投資，該留下的人才就創造崗位把他們留下，該守住的金融、法治、專業服務和國際連接能力就繼續把門檻做得更高。而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不是保證每一家舊企業都永遠存在，那不可能。真正應該做的是讓新的企業更容易出生，讓失敗的人更容易重新開始，讓資本更願意投資生產性活動，讓普通人可以從新經濟裏面找到位置。因為最終一座城市轉型成功不成功，不是看報告裏面寫了多少次創新，是看一個普通年輕人有沒有更多選擇，是看一個中年人失去舊行業工作以後還有沒有機會重新進入新行業，是看一個小老闆發現深圳競爭以後能不能通過降低成本、改變體驗、利用科技重新找到客戶，也是看一個國際投資者10年以後再問我要進入中國和亞洲市場，香港是不是仍然是我必須認真考慮的地方？如果答案仍然是，香港當然還有未來，但那個未來不會自動出現，它需要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重新定價、重新分工、重新學習。香港過去最厲害的從來不是擁有某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優勢，而是在環境改變以後找到下一條活路，從轉口貿易到製造業，從製造業到金融和服務業。每一次轉型，當時的人同樣會害怕，同樣會覺得舊時代正在結束。今天我們可能又站在類似的位置，只不過這一次速度更快，競爭對手更強，留給香港慢慢試錯的時間也更少。所以接下來幾年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誰喊得最樂觀，也不是誰講得最悲觀。看結果，看產業有沒有起來，看人才有沒有留下，看財政有沒有變健康，看金融有沒有真正賦能實體經濟，看香港和深圳最後是互相消耗，還是形成別人複製不了的組合。如果這些問題能夠一步一步答出來，那麼今天看到的結業潮、財政壓力、人才錯配和產業陣痛，幾年之後回頭看，可能只是一次換軌必須付出的成本。但如果幾年以後，我們仍然只是在重複同一批口號，舊經濟繼續縮，新經濟始終接不上，那才是真正需要擔心的時候。香港最危險的，從來不是暫時跌下去，而是以為自己還站在原來的位置。歷史可以給一座城市信譽，卻不會替他保證未來，未來只能重新賺回來。如果你也生活在香港，或者長期關注香港，我很想知道你自己的體感到底是什麼？你覺得這幾年香港最大的變化是北上消費，是工作機會，是樓市，是金融市場，還是整個城市做生意的方法已經變了？歡迎在評論區講講你的觀察。如果你喜歡這種不只看一個數字，而是把經濟、政策、產業和普通人的生活放在一起拆開的內容，記得訂閱頻道，點個讚。我們下一期繼續把那些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和每個人錢包都有關的事情，一件一件講清楚。